brother，如果今天给你600万的话，你会在这里大便吗幾多錢啊？ ？600万，你不要！哎，那里有2次，我们去看他做什么行业的咯。哎，老板，想问下你是做什么行业的？吓，我係路上屙屎喎。咗600萬肯定係投資重啦，唔好話我唔俾你知啊！而家福建街剩低最後一塊地，佢係會起一個3層半嘅半獨立式廠嘅。呢個地理係非常之好嘅，交通非常之方便嘅。賣住嗰個價錢係600萬起跳啫，係咪好心喐咧？時頭呢度嘅廠咧係提供24小時保安措施，所以老細們你哋係用得安樂又安全。而家咧發展商係非常之貼心，佢為咗滿足各種行業嘅需求，而西到呢個地下可以承受到2單per meter square 嘅，你係咪好有信心咧？呢度特別之處咧係嘅卡哥呢啡可以承受到一個福利嘅重量嘅，你去1樓2樓放貨落貨都冇問題嘅，係咪好方便咧？係咪好擔心你嘅員工係住邊度咧？所以我哋呢度會提供一個600幾個型嘅員工宿舍，俾你嘅員工做得開心，住得安心。呢度係位置係福建街卡江嘅3層半嘅半獨立式廠，如果你唔想錯過，你又想知仲有多嘅資料嘅話，即刻聯絡我哋啦！